新台病院一般外科主治医师李正汉表示，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患者的甲状腺机能拢是正常的，只有少数会合并甲状腺功能变化。以患者罗生的例，伊身体门诊做超音波检查，发现结节有钙化，而且呈现低回音，所以医师建议做细胞穿刺，确认结节是良性，也就是恶性。一般来讲，甲状腺最常见的疾病就是所谓的甲状腺结节，大概成年人会有接近40%的有所谓的甲状腺结节，很多人都是自己有时候意外摸到，或者在健康检查的时候才发现。我们在发现甲状腺结节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太过的惊慌啊，因为基本上甲状腺结节，即使有发现，我们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。那大部分会建议所有的有发现甲状腺结节的病人，我们大概会建议先到像门诊或是一般的诊所做个超音波检查。那超音波底下看起来，如果是有比较低回音性的，或者说它的外形比较不规则，那我们大概会建议做进一步的所谓的细胞穿刺，抽取一些里面的组织，做所谓的细胞学检查，那来判断它是良性还恶性。李医师进一步指出，除非甲状腺结节大小超过4公分，而且出现吞咽困难、呼吸困难等症状，再来考虑开刀治疗。甲状腺结节基本上，除非说它的大小有超过4公分，那会有一些压迫的症状，像是说吞咽困难，或是呼吸困难，或是说有人会觉得外观不好看，那也是建议可以开刀处理。那甲状腺结节它大部分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啦，不会说有些人可能说要禁吃一些海苔啊，或是说禁吃海带，或者说禁吃一些深海鱼类，那其实均衡饮食就可以了。那最主要是，如果说有发现甲状腺结节，我们大概还是要建议要做进一步的检查，做后续的一些追踪和处理。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素掌管全身的新陈代谢，包含心脏、肌肉、皮肤、目睭、骨头、肠胃道，甚至连困眠以及情绪拢息息相关。而甲状腺功能也会随着年龄、性别、环境而产生变化，有可能产生结节。医师建议，若是甲状腺有结节，也唔免伤过烦恼，会当先到医疗院所做进一步检查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